这个不少主播说我来抢饭碗，我说不是，我说我来帮你们搭人气。这个说实话啊，自从做了网红啊，这个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胃口也好了很多啊。我这2个半小时收入挺高的，当然主要是我的几个好朋友在捧场，他们全是在砸场子的。哎，陈年你别捣乱了啊，陈年你别捣乱了啊。我都煽动我的所有的好朋友都来玩直播，比如说像凡客的陈年啊。这个欢迎大家后天参加陈年的直播会啊，一起去骂他哇。他跟我说了，你千万别装，你装1小时你就累得不行了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觉得陈兄，你为了当网红真的太拼了。不过呢，在小米平台上你不要试图超过我，我建议你收敛一点。